非常高兴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要一起来敬拜赞美上帝。邀请你将你的手机以及在你身边在观看直播的现场的弟兄姐妹，邀请你将你的手机或者是会影响你亲近神的这一段时间，期待你都能够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的影响。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安静心，一起来领受。这时候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晓得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不足，甚至有许多让我们付上许多的时间跟代价的事情，而搅扰我们无法安静下来。恳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与能力，当我们再一次来到神你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的时候，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如同以利沙先知一样的信心与感动，让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加倍的感动在我们生命当中。求主你带领我们，在每一次当我们敬畏神、亲近你的时候，我们晓得你要用你的话，你要用诗歌，你要用不同圣灵的感动来帮助我们的生命带到新的智慧的境界。谢谢主，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需要智慧，求主你带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感动与祝福。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邀请你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生命的话语。我们用这首诗歌，在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要透过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是大有能力，让我们的生命是带有渴望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有信心的。也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再次得蒙神的喜悦。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显明你心，亲爱生命，叫我生命知道。在唱一诗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求主来教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出力量与祝福。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显明你心，亲爱生命，叫我生命知道。
啊，我们恳求你，用你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你的话语总不离开我们的口。我们时常仰望神的恩典，我们更乐意学习来遵守你的诫命，在爱人、在爱神的事上，为要能够传递美好的福音，我们为要得着生命的盼望和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你生命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要用你的话语，用美好的诗歌，时时刻刻来教导我们的生命，感动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要学习遵守，我们要学习遵守你的诫命。你的诫命在神你的话语里面，要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谢谢你，我们愿意在这世上能够自由的靠主的灵来活在这世上，为主做美好的征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要一起同心来奉献，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的行动来见证上帝，因为我们是有能力的，是丰盛有余的，而且我们要用奉献的行动来见证神的赏赐。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奉献当中，邀请你能够找到你就近的教会，将你的心意在神的面前敬畏的心的奉献，能够带到属神的教会。愿主赐福大家。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我们的生命来奉献给主。让我们一起在奉献的诗歌里面，再一次警醒我们的心。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与耶稣，我竟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们依然站立，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的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的奉献里面，都能够体会神丰盛的恩典，
牧师来做消息报告。我们在明天会后，我们明天小组聚会暂停1周每一个月的最后1周我们会暂停1周，也期待我们都能够多一点时间跟自己的家人不要因为说我都跑去教会，然后参加聚会一堆但是跟自己的家人都没时间所以牧师很讲究，就是说其实我们小组聚会结束每一个月的最后1周，期待你也可以邀请，如果家人朋友不在你身边那你也可以约小组里面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比较孤单你可以陪伴他，可以利用那短短的时间，中午的时间邀请他一起吃个饭，那都是非常好的祝福。那我们在7月3号到6号，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同来探索踏上信心之路的暑期儿童营我们即将展开，在3号到6号，那我们是在晚上5点是不是？6点到9点，8点半，6点到8点半那我们目前名额只到15位，那我们的活动内容非常的棒，也非常的丰富那也期待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年轻朋友、小朋友，他们的生命能够在我们当中得着非常棒的生命祝福。那我们在青年小组，我们在7月16号要一起骑车骑车到非常美的地点那期待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在骑这种电动车机车的国高中生牧师鼓励我也很期待那一天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骑车去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好，那我们这是我们的那个青年活动，我们这会去的地点是在安平老街也就是从我们这边骑到那边所以时间实际上非常棒的台南的这个路程实际上也蛮容易也不会非常危险那也期待我们能够更多恢复到那种最健康的方式那如果有要报名的呢，那请跟我们的子安弟兄来报名。那我们在7月6号有举行这个台南中会的桌球队选拔赛，那也期待如果有意想要报名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明天最后一天请大家能够去填写报名表。那我们在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使人遇见上帝。那我不晓得你如何观看在每一次你所参加的聚会内容你可能也会曾经参加过其他的教会。那牧师想要问各位你在参加教会的聚会当中，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是什么？有没有？好像大家都已经是服侍者大家都好像参加到已经麻痹的那种感觉，对不对？那这个也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那牧师是每一个礼拜都要讲到，甚至归你一套当中写在刚的所以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到底我在教会每一次的聚会当中，神要透过这次的聚会带给我什么？那要透过我的口所讲出来的话，要带给弟兄姐妹生命带来什么祝福？那其实，在一整年当中呢，教会一直都在处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从复活节、母亲节、父亲节、感恩节、重阳节、圣诞节。那特别像复活节我先简单来讲一个我们看一间教会会有热情，会复兴，是非常棒的一间教会。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去检视几个问题。第一个，譬如说复活节就会期待看是有谁要受洗嘛。然后如果一间教会它的受洗人数还蛮多的，那就怎么样？这间教会看起来就是一个什么有跟上帝同在的教会一样，信徒好像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体会跟感动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他在用这样的方式在看待一间教会到底是不是复兴的教会，对吗？所以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而且也很容易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们要重新再去想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才可以真正去看见这是有上帝同在的教会，那么上帝是这样教的吗？好像不太对，对不对？如果上帝是这样教的，那好像我们大桥教会应该看起来好像上帝没什么同在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人不多啊，然后我们的资源又有限啊，对不对？你们说我们要办什么活动，都好像都有点困难。
资金困难、人力困难，很多方面都有困难。我记得牧师刚来到我们教会，然后也曾经经历了大概3-4年时间，甚至包含这个建堂期间，都非常的克难。我们甚至曾经都担心说有没有钱啊哈。我记得教会刚在这边在整修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红灰刷啦哈，然后呢，这个钢琴也没有，我们还要用电子琴哈，然后很克难，那个也没有线哦，牵线哦，那个过程真的是很辛苦。可是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上帝的教会真的是应该是透过我们所想象得到，它是要很多的建筑这个硬体设施才叫做上帝同在的地方吗？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假如一间教会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如果教会如果只是像我们如此，现在好像我们该有的活动、该有的礼拜，我们也都有，然后我们照着这个仪式在走，那你觉得这样的教会是上帝喜欢的吗？好像也值得我们思考看看，对吗？那所以有些时候有在做工的人，通常在类似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底下，你会发现，你会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动力一样哈，你会觉得好像感觉不到那种热情。这个牧师最了解。我从在关心弟兄姐妹当中，我就说，你觉得来我们教会这样几个月半年，那这些时间，你觉得教会你给你的感觉是什么？也有人会讲会讲说，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热情啊。好，那我就感觉得到，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圣经节里面如何谈到，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没修没练的感觉。那到底我们这样子的方式也是神喜悦的吗？如果刚刚我讲到，如果会让人会想要感动的受洗，这种不见得是上帝同在的教会。那么换个方式，那么我们都照着点这个礼仪礼节在聚会的教会，就是有上帝同在的吗？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基督徒会认为教会都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不晓得你会不会也这样想？钟南坐过来，你觉得教会会是都一样的吗？既然是上帝的殿，都一样的嘛。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在我们以前有些同工真的是这么想的他觉得教会，所以他会跑来跟牧师讲说：牧师，我跟你讲这样代志，你别感觉歹怪怪你别艰苦心因为我有一些事情，我必须要换跑道，我必须要去到其他教会。那因为这些元素我不得不这样做。其实教会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那我心里面有想说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他是打算怎么样？你们觉得他要做什么动作？还要换教会嘛？如果全教会、全台湾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宗派的教会，给基督徒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可是如果没有属灵的眼光，那么我觉得教会去到哪里，其实都一样对吗？那才是这种感受。但是你觉得神的教会真的是这样吗？我以前我曾经只要看到我以前带过年轻人年轻人他会说：伟恩哥，我想要去大光，我想要去那些他们的敬拜好棒我很想要去那边。然后呢，我当时候心里面我都告诉他，其实去到哪里都一样。可是实质上呢，我在我心里面我知道，在我们的敬拜不够，在我们的热情不够，在我们对待这个年轻人的那种邀请甚至关怀不够。可是我却告诉他，其实去到哪里都一样啦，你不用这样啦。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看出来啦。可是实际上我不敢承认我教会的问题。这就是今天牧师要带大家看的问题。我们的教会是不是真的有让人遇见上帝？这才是重点。
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每一次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去想，我们不单单只是服侍上帝，我们是服侍上帝的过程当中，人会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上帝。阿们。所以跟你旁边的人，前后左右的人说，希望你先遇见神，希望你先遇见上帝。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哈，这是教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些人喜欢圣灵充满的要倒下去的，好，牧师为他祷告就砰了就倒了哈。他有些人很喜欢这个哦，他无形当中他只要一进去那种教会哈，他就开始感动了，好，这是真实的哦。好，那有些人有期待，就是我就举手敬拜赞美这样就好了。但是也有人说我干嘛举手，都有。但是我觉得牧师还是期待各位，圣经里面其实也都告诉我们，好，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好，摩西他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在征战的时候，只要他手举起来祷告，他就赢了。可是手放下来，就输了。所以举手祷告对基督徒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合宜的一个敬拜方式。所以牧师曾经讲过，每一个敬拜同工在台上的时候，当牧师要求每一个同工，我们唱到有举手的时候，你的手一定要举起来，因为如果你唱是举手，可是你手却不举，那是一种心很硬哦，你根本就不愿意。所以你怎么可以让人唱出来这些歌会打动人的心？好，那题外话，重要是今天牧师带大家先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3章10到18节。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不得有荣光的。从前就是代表过去你们都遵守律法，如果以前遵守律法是有荣光的，那么这极大的荣光就是说现在新约里面，到了新约以后是靠着神的基督的恩典，所以基督的恩典这个荣光，极大的荣光，没有，他讲的是前面这个极大这个荣光就算不得什么荣光了。所以呢，第11节说，那废掉这个旧约律法的有荣光，那这长存的新约的恩典的荣光就更有荣光了。好，所以呢，第12节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要大胆的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我要告诉各位，旧约里面曾经因为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拜金牛犊，所以最后上帝不喜悦，所以上帝他的荣光显现的时候，他说你们不得再看见我了，所以他们就开始用什么，有帕子一样。好，所以呢，这里讲到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14节说，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要告诉他们哦，你们不要再活在过去，我遵守律法，我就有来教会聚会啊，我有聚会就好了，我没有得早没关系啊，我已经有聚会，我有服侍就好了。我要告诉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生命要有影响力，你的生命要有影响力。钟南，你现在有没有影响力？当然有啊，你现在已经长高了呢，长高了有没有影响力啊？有啊，以前我还很矮的时候，要拿高处的地方要拿东西很难拿，每次都要垫脚尖，甚至还要攀爬上去。人在长高的过程，神就在帮助我们的眼光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晓得心里面不要刚硬，一定要让神的恩典帮助我们，不要再活在过去。我遵守律法，我就已经这样就很好了，很棒了。那个荣光，感觉这样就好了。我要告诉各位，基督再来的恩典，他是要救赎我们的罪。16节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得以自由。我们都时常用这一句话。我们唱歌，我记得赞美之泉也有一首歌是这样子唱的，对不对？那实质上我们却忘记，主就是那灵。实际上在告诉前半段这些圣经节所讲的，我们不能活在过去，
如果你过去我依然照着我该做的我都做了，可是我却不愿意去改变我的生命，甚至让我的生命更不一样，那个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样子的教会都是一样的吗？从刚刚牧师这样讲完，你觉得教会会是一样的吗？那你觉得我们的教会应该要变成什么样的教会？好，你觉得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上帝喜悦的教会？是吗？有人说是吧？我也觉得是吧。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号，我不晓得。我期待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我们做的事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甚至我们敬畏神的方式、爱人的方式，是真的合神心意。可是我晓得，一定有某些地方一定不会合神心意的，因为如果是合神心意的，会不会感动人？一定会。那会感动人，人会怎样？人会留下来。所以，如果人留不下来，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不够热情，一定是不够感动人，一定是什么？我们努力的还不够。好，所以钟兰，你有没有信心带领更多年轻人？有没有信心？对上帝有没有信心？你要对上帝有信心，上帝才会加添赐福给你了。当你之前你说你长不高的时候，牧师说什么？你跟上帝祷告啊，哦，你跟神求，你要跟神求，神有没有给你？你服侍神，每一个礼拜你来侍奉神，神都看到呢，都单纯看到你那种单纯的心呢。你期待哎，因为在很多事上功课我没有办法像我的家人那么好。可是至少我在身高上，我至少已经有信心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神赏赐给你非常好的福分了。所以你要对上帝所赐给你的，你要有感受到蒙福的生命，你也觉得我可以的，我可以去影响别人。马太福音我们知道25章14节到30节里面讲到一个主人，他就找他的仆人来，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的，一个给2000的，还有一个给1000的。我们知道这个2000跟5000的，他们怎么样？他们又在变本加厉的又去赚了5000跟2000。所以呢，主人就对着他们说：你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唯有那拿1000的怎么样？他把它埋在土里，然后被主人责备说什么？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我要问各位，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在我们的学校、课业，甚至在我们的生活、家庭里面，你是否扮演一个不同的身份跟职分？可是你却没有让你的身边的人因为你而得着成长，因为你而得着改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刚刚讲的钟兰，你听懂牧师的意思了吗？当你身高长高的时候，你的笑容要更多啊。你的自信要更多啊，懂我意思吗？你做事情的方法跟态度就要不一样啊。那你会想说，牧师，那如果我没有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就比较没有信心？的确，因为如果你愿意依靠上帝，在你没有的时候，神你去检视看看，你去检视看看上帝如何赐福你。所以我非常我们的姐妹也是一样她很喜欢在透过生活当中，当她没有的时候，神都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让她取得，而且是免费的，是 free 的。所以我觉得神赐给我们是真的非常丰盛的。我们一起说，期待我们大桥教会是让我遇见神的教会。来，我们一起说，期待我们的教会是让我遇见神的教会。好，期待大桥教会是可以让我遇见神的教会。我觉得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我们都要这么去想。我期待我来到大桥教会，我要再次能够遇见神，不是我已经得着就好了。在每一个礼拜、每一次服侍神，我们都要抱着这个生命的态度来服侍他。那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分享有一段重要的圣经节，也是有一间老底嘉教会这个老底嘉教会
好，我好像没有打到哈，是不是？好，我来念好了哈。在哥林多前不是哥林，启示录3章14节到16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讲到这一段圣经节很重要的老底嘉教会。老底嘉这个城市，它是一个缺乏水源的地方，它的供水，它是从很远的地方修建这个水道，然后呢引入这个老底嘉城里面。所以这个老底嘉地区它的供水不稳定，它透过这个罗马地区这个引水道呢，它才能够帮助这个城市得到该有的水源。可是问题来了，这那么长的水道他们过去不像我们还有那个水管，如果没有这种水管的包覆，会怎么样？有些人突然间他想要撒泡尿还是干嘛，他就到那边甚至呢这个风吹日晒，有些树叶啊，它自然就会在这个水道里面怎么样停留。所以越远的地方流得越远，相对它的受影响就越大。那其中呢有2个地方，一个叫做希拉波利，希拉波利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疗养的温泉，所以呢从这个地方的出来的水是有特别的疗效，它有治疗的功能。那另外一个水道呢是从哥罗西，哥罗西它是由冰冷的这个雪山的山泉水所提供的，所以呢它里面有非常好的矿物质的微量元素。可是呢这个微量元素呢，它只要一流太远了，它会沉淀，所以这个矿物质流到了这个老底嘉城，他们所用到的水实质上都并不是非常好的，都已经变差了。所以就好像如果你去这个便利超商我们现在去便利超商，有时候你去看那个什么山泉水，有没有？如果你去把它打开来喝，跟你实质上真的是去到那个山泉的地方喝那个山泉，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所以你就会了解，我们现在市售的跟我们出去外面去到那个深山里面真的山泉水喝起来不一样，你大概就可以理解牧师今天在讲的老底嘉城，他们的饮用的水源从这2个城市来。那这里面在讲什么？这在讲什么？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像老底嘉教会一样，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生命啊，好像是没修没令啊。我们给人的感觉也是如此啊。你说你有没有服侍神啊？我已经很用心了呢，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呢，你懂吗？我要告诉你当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有些时候实际上你只是应付的你是应付，因为我时间到了，我该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留意，圣经里面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上帝他向老底嘉教会的信徒说道，教会如果让人如同像他们所喝的水是什么意思？哥罗西的水我刚刚讲是原本应该是要像山泉水一样，山泉水喝起来是要怎么样？是要清凉的，是会凉快的。那希拉波利的水是什么？是会治病的。意思就是说平安你今天摆好不？牧师，哇我就赶快好，不要紧不要紧，我会为你祷告不用担心好，我就走了。弟兄姐妹有时候也会来跟我们讲，我们在小组里面讨论，我觉得我这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时候同工会直接跳过嘞，我遇过然后跳过不打紧还会跑来跟牧师，我跟你讲那个某某某他每次都讲一样的东西，他每次都怎样？我告诉你，每一次我在听这些话语的时候，我都想到你并没有好好去听他的讲的重点，对吗？当我们看待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把这个人他过去是不是怎样，他过去每次他只要讲什么话，我大概都知道他要干嘛。跟你旁边的人说，千万不要这样，
你要把每一次能够遇到他，当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在更多的了解他的生命问题出了什么问题，这样你才可以帮助他帮他治病啊，懂吗？所以我非常期待，在每一次有人他愿意来到我的面前，跟我讲他有没有问题。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觉得你没问题就没事，不要觉得你没问题就没事。好，我要告诉你，牧师在关心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当他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要知道，喝到哥罗西的水是会让人清凉。什么叫清凉？我不晓得哈，你有没有听过有人会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怎么做了？你要多奉献啊，你要怎样啊？通常很多人听到这种话都会怎么样？很痛苦。甚至不喜欢听。中选中南，你们刚开始还不会奉献的时候，还记得牧师跟你们讲过，你们开始有在领这个打扫的钱的时候，要奉献哦。你们的心里面会想什么？就奉献，感谢主，这是很正常的，而且非常好的心态。但是有些人不这么想哦，有些人会认为说，领的又不多。为什么要奉献？而且我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为什么我要奉献？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上帝他对老底嘉教会的信徒谈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帮助人，是不是真实的能够帮助人的生命得到医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像老底嘉现况的水是又不能喝又不能治病，是好的还不好的？不好的。那我牧师也要问各位，当你们要邀请朋友来到大桥教会，你一定会想到，到底我们的教会可以给人什么东西呀？懂我意思吗？你觉得我们的教会可以给人什么？现在牧师给你们功课了，学生们，你觉得当你要邀请朋友来到教会，你要给人家什么东西呀？给人什么？真理，还有什么？关心，还有什么？还有爱呀，对不对？关爱呀。那要关爱，要关心人的爱，要怎么样？你要勇敢哎，你要不要把你的你的脸皮要够厚哎，懂我意思吗？你的心不要太硬了，你要勇敢的去跟人家说，欢迎你来，看到你真好，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欢迎你来，看到你真好，欢迎你来啊，看到你们真好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了解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不要做一个不修不练的人，因为有一天上帝把我们吐出去那是一种气绝的。所以一开始牧师有讲到，你觉得我们的教会没有办法像其他教会那么复兴？他们为什么可以一年下来有好几十位的人愿意受洗？你知道吗？在我心中，我都时常在学习警醒，到底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时常在牧养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帮助他们？还是每一个人都想说，那牧师那是牧师你的责任？我告诉你，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来找牧师因为牧师会给人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你懂吗？可是如果是你去关怀下一个人，跟你是朋友关系，在教会里面你的关心会比牧师还要大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可以关怀的对象。中南、丙佑是不是你的朋友？是不是？好像不太是是不是啊？对啊，是对还是对？对，他是我的朋友。要勇敢，要非常清楚，他就是我的朋友。他既然来到了教会，我有责任，我要跟他分享神的爱。那什么是神的爱？你要去读经，你要去了解，你要去认识上帝的话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绝对不会是空空的。如果你觉得是空空的，那牧师鼓励你好好的去钻研圣经的话。因为圣经的话会帮助你这个人的生命会更加的广，智慧会更加的宽广。
而且人会看到你就是不一样。还有最大的重点，上帝会赐福你，因为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各位弟兄姐妹，喝了哥罗西的水，是会让人喝下去有清凉，也就是让人有悔改的水。清凉的水是会让人看见自己的问题啊，所以不要再去认为说牧师讲的话好直哦。那个谁呀、啊？我属骂，我某属骂，做恭维做对的哦。可是我要告诉你，我非常喜欢我妈妈跟我讲，你哪里做的不好？因为当她跟我讲的那个不好，如果我去改了，感谢主，我不会得罪神，也不会得罪我的妈妈，好，我就不会是一个不孝顺的孩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神会透过不同的话语在教导我们，让我们得以清醒。所以你不要认为哦，这个听起来好不舒服哦，我不喜欢，我不要了。我告诉你，那你会错失了那最好的恩典。好，以弗所书第4章第15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哈，来，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话真的不简单，因为这个话我们了解，我们有爱心很容易。可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不容易，我们说诚实话也容易，可是我们要用爱心去说诚实话，不容易。简单举个例子哈，我们有爱心，我们不一定会说诚实话，我们怕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我们宁可怎么样？我们会把我们的言语做包装啊，包装过头了，就失去了我们想用爱心来告诉他的话。结果我们的内心就很痛苦，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爱心，我们说诚实话不容易，就变成怎么样？你所说的话就越讲越不诚实啊，然后人家就看你这个人哦，虚假的爱心啊，这样懂了吗？那如果我们说诚实话很容易，可是我们用爱心去说，不容易哦。我举个例子哈，假设我们讲话都很直啊。可是你有没有用爱心呢？什么叫做用爱心？当你讲出这个诚实话，告诉他说：“Hello， 你做这件事情这样不对哦。”好，那这个人他就很生气的不然怎样？你不要管我啦。好，然后呢，你很诚实告诉他嘛。那你的爱心就是，我对你这么大的爱心，关心你，鼓励你，你还用这样对待我，不理你了啦。你有没有爱心？没有。因为你诚实讲话，可是你的心的爱心不够，所以说诚实很容易，但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不容易。所以我要问各位，圣经里面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两个合在一起就是不容易啊。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弟兄姐妹他愿意用爱心说诚实的话语告诉我们，你愿不愿意接受？重来，听懂吗？同学听懂吗？听得懂哦？你愿意接受吗？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们就会得着那最好的祝福。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各位弟兄姐妹，喝了希拉波利的水是有疗效的。我们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是要能够为人带来祝福的。当你在教会里面，我不晓得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帮助人的能力？如果你的生命你领受的真理没有办法为你的生命带来帮助与疗效，那么你要好好的看待，好好去检视一下你的生命。如果你是一个服侍者，你要去想说，我的服侍是不是有带来帮助？钟璇，你弹电吉他，对不对？你要想哦，神给你恩典哦，透过谁告诉你？谁？透过神告诉你，你一开始就知道神了，这么厉害？当然是透过牧师啊，对吗？透过教会的环境嘛，然后甚至慢慢的让你体会到，对，那我就要忠于那个初衷啊。你要了解这份的侍奉才是你最主要的工作，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现在也告诉我的孩子啊，你们要做一个乖孩子。当你们愿意做一个顺服父亲的孩子，我愿意给你们想要的，这就是父亲的爱。那你觉得上帝会不会？上帝也会啊。如果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终于说神啊，我愿意领受你所给我的教导跟真理。我相信你会怎么样？会不会赐给我？会赏赐给我。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在神的面前学习。如同路加福音所说的，其实我觉得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病人啊。好，耶稣曾经说过啊，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啊，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啦。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我们都是罪人，唯有神透过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透过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如果教会都是好人，那么我觉得我们应该是都不需要也不需要去教会吧？教会都是好人，应该有需要教会吗？教会都是好人的话应该不太需要教会了。但是你可能会说，牧师，那你的意思是说教会都是坏人哦？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软弱。来到教会亲近上帝，是要发现我们自身的问题。每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如果你不想要看见自己的问题，那我告诉你，你是自认为自己是好人，那是非常危险的。好，所以每一次你只要来到教会，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获得，因为你的心、你的生命很刚硬。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诗篇51篇第16节到17节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上帝所要的祭就是什么？忧伤的灵啊！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相信，只要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软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献祭，我来到你面前就是一种献祭。当我来到你面前，我带着我忧伤的灵，我是如此的不配、软弱，我需要更刚强，能够为主你做工，服侍神，善待我身边的朋友，让他们能够因为我看见神你的荣美。”这个是需要极大的信心跟渴望。你要非常大的那种忧伤，知道你心里面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家人朋友，我们一起学习，让主的羊群信徒，我们大家一起把大桥教会，在你所属的教会，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不是神所遗弃的教会，也不是上帝不喜悦的教会。当我们愿意努力，我相信上帝会看到我们大家的努力，上帝会看到我们大家的用心跟付出，而让我们所提供的生命跟服事侍奉，都会让人因此而得着，就像喝到哥罗西的水，让人清凉，会悔改啊！人家看到你，从你讲的话，他说：“哦，我马上来悔改颈椎。”有一次，我们的这些原住民朋友，他们来带动敬拜，从头到尾。会后有一个弟兄就告诉牧师：“牧师，我要受洗。”我告诉你，这是真实的。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神，你是那种没有热情、没修没令，像我牧师今天讲老底家教会的这样子的教会的话，我要告诉你，我们是会让人不会得医治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一起在神的面前得着智慧的心，也让我们在一生当中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起在教会神的教会里面，我们也能够让人遇见神。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荣耀神。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恳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不仅是丰盛的生命，虽然有些时候我们看不见主，但是我们相信神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照着你圣经的话语对我们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我们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愿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每一次来到神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经历你、得着你，甚至也能够得着那欢喜快乐的生命，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能够带领人，能够影响人，甚至能够祝福我们身边的朋友。谢谢主，恳求你也继续带领我们大桥教会的每一位年轻朋友，让每一位年轻朋友能够带有热情的生命，能够带有火，如同火一样的热情，能够去影响人、祝福人，甚至有神的话语作为他们生命的根基，让他们明白认识主是何等的荣美。也求主你将这份盼望、喜乐的信心与力量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恳求你带领我们走过那死荫的幽谷，让我们看见神你的荣光，也看见神你所带领我们生命的道路。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